雖然大家都好想快啲出去玩，但係一打鐘就一支箭咁衝出課室、走廊或者樓梯，真係好危險噶。係啊，走廊同樓梯都好多人，如果跑得快，就會好容易撞到同學或者自己棘親，要去醫療室啦，就冇得玩噶啦。冇錯，所以記住離開課室嗰陣，將座位整理好，然後慢慢先出去，千祈唔好跑啊！除咗走廊之外，4樓花園都係另一個大家中意去嘅地方。但係我見過有同學喺度跑、追逐同跳，其實咁樣係好唔應該噶。大家睇下，其實4樓花園嘅地面唔平噶，而且周圍有好多花草同埋樓梯。係啊，如果跑嘅話啦，就好容易棘到。所以喺4樓花園絕對唔可以奔跑和追逐，大家要記住啊！咁小姐，我哋應該做啲咩啊？其實大家可以好似呢啲同學咁，喺走廊慢慢行，同同學傾下偈，食下嘢，又或者揾個舒服嘅地方睇下書、捉下棋，進行一個靜態活動，放鬆下心情，為下一堂做好準備，咁樣先係一個有精靈又守規嘅華人仔嘛。